心欢喜称赞。哦，罗万有的主上帝，愿你实在记，保护这个你袂受害，软弱的主福气。你行无看，心内所希望的事，照伊命令地着受事。着老主互你工作兴旺，搁保护你，伊的主爱甲人民稳当常常看顾你，定心内想，主若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我着真啊落落天边，哦落伊大管理，世间真人拢着做啥哦落地平静，天公阿妹，求主恩甘大显现，永远哦落伊的稳定。互听见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虽然咱即马无法度进入教会来敬拜，但是咱将咱每一个家庭看做是上帝的圣殿，互咱做伙尽心来到伊面前敬拜。第二首圣诗是圣诗560首，圣诗560首。这首圣诗拢总有50，所以咱兄弟姊妹做伙透过50无共款的结果，咱做伙来施恩上帝、荣光上帝，来称赞伊。是阮上帝荣光上帝，使灵力好真行瑞，定心内在心会思考，那毋通开会瑞水，使阮智慧，使阮勇气，面对挑战通一生。面对挑战通一时，看是命恶势力的包围，攻击基督反真道，惊吓困巴打伫头旁，信心坚定上无路，使阮智慧，使阮勇气。一心大力的武器，一心大力的武器，求你改造好多平心，叫我骨强变强臂，风中自顺在坚强，有一康复力抗疫。使阮智慧，使阮勇气，提高目标无偏离，提高目标无偏离，带阮行对
的大温书，这我眼看到一时，使我智慧，使我勇气，永远敬拜服侍你，永远敬拜服侍你。这是一首祈祷的诗歌吼，所以了后有阿门吼，真做咱的祈祷。所以我感觉讲有时唱圣诗，会感觉讲啊，遐尼济节吼，敢若有当时唱吼，敢若唱足久的吼，甲现主诗的一寡现代的诗歌较无共款。毋过圣诗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每一节的结构吼，拢非常的好吼，所以透过一节一节，互咱的心会当敢若一段一段吼进到上帝面前。所以毋茫讲咱咧吟圣诗，互咱会当思想这歌词内面的意义。所以这是咱陪伴心，互咱咱的电视机，也是咱的手机啊的头前、电脑的头前，坐好好势，咱安静心，准备来调祭咱荣光的上帝。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主安尼讲：并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我的公义要显明。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守安息日无干犯得，禁止家己手无做歹，迄号人有福气。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308首，38首，阿起立。尊敬的主上帝，做我的大君王，伊做你打开那真
我当心欢来称赞。哦，罗万有的主上帝，我的心在记，保护照顾你袂受害，软弱的主福气，你叫不可，心内所希望的事，叫伊面顶地着受事，着路主互你工作，因望顾保护你，伊的慈爱甲人民运动，常常看顾你，定是来生。主那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扶助你。我着只来予落天白，予落伊大管理。世间之人拢着做啥？予落伫伊面前。因公阿妹，求主因公大现现，因愿予落伊的稳定。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啥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用启应文2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28篇，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会当甲我安怎？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去除师傅气煞一节，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互阮兴旺。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光明。着举手机参加庆典，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你是何等的美善，你的阳光遍满全地，你的慈爱比山较悬，比海较深，你的恩典满满，信靠你的袂摇动。但是阮有罪，阮离开你，
阮伫顺境的时骄傲，伫逆境时软弱，袂记得你的同在。感谢主，你犹原用慈爱引带阮。感谢主，谢恳耶稣基督洗清阮的罪，互阮赢过死亡，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恳求主保守台湾，保守全世界。伫疫情中间，赐予阮的政府有智慧，赐予医疗人员有气力，互阮得到医治，身体得到健康，心灵得到平安。恳求主，求你大能的手医治破病的人，求你温柔的手安慰心灵受伤的人，求你引带的手带领迷途的人。恳求主，伫即个艰难的时刻，赐平安伫每一个人的心中。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旧约出埃及记34章29到35节。摩西落西奈山的时，伊的手摕两块玉璧。伊落山的时，伊的面因为上主甲伊讲话，就射出光。摩西家己毋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时，看啊，伊的面射出光，因就惊，毋敢挖近伊。摩西叫因来，阿伦甲会中遮的头人就拢倒转到伊遐。摩西就甲因讲话，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来。伊就将上主伫西奈山甲伊所讲一切的话，拢还复因。摩西甲因讲话明白，就用被打面。总是摩西入去上主面前，甲伊讲话，被就掀起来，到伊出来。伊出来的时，就将上主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摩西的面射出光，摩西佫用被打面。今后到伊入去甲上主讲话，被就掀起来。请无出讲道，第目视就是迄个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圣经内面，若讲到光，拢是咧讲上帝的光。当上帝发出光，就有代志要发生啊！亲像伫咱看出埃及内面，每一届上帝要向摩西也是以色列人讲话，上帝阳光就会临到伊。伫新约内面，咱看见耶稣出世的时，上帝阳光出现伫旷野遮个牧羊人的面前，然后就使者对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好的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另外，即个光也毋是一种人目睭看会见的光的影像尔。上帝的光嘛会产生实际的气力。亲像原本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伊原本叫做扫罗，伫伊要去掠基督徒的路里，拄着耶稣的光，即个光就改变伊，互伊真做是一个宣教、起造教会的使徒保罗。也亲像彼得，互掠去关监，并且互两条铁链拔掉的。但是半暝仔，即个光出现，铁链就对伊的身躯来放开。上帝差派天使来救伊出即个监牢，所以伫圣经内面，咱若看见上帝的光出现，就表示上帝的权柄、权能甲气力要临到。但是今仔日即段经文所讲的光，较毋是上帝所发出的光，是摩西的面发光。为什么摩西的面会发光呢？伊无去做医美，伊无抹保养品，并且伫旷野风吹日晒。哪有可能会发光呢？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特别注意今仔日的讲道，无一定会当省一笔即个保养品的这个开销。伫咱过去2章，咱就看见
以色列人因拜金牛，直到即个落山的摩西生气，气到将上帝亲手所做的、所写的迄两块石碑来摔破。毋过，经过摩西不断的祈祷，上帝总算是赦免因，并且嘛应允摩西要继续甲因同行，要带因去。所以，上帝搁一摆来呼召摩西上山，但是即摆上帝按摩西先备办好两块的石碑，甲上山来去见上帝。但是兄弟姊妹，咱若看接续落来的经文，咱会发觉上帝所伫即个所在所颁布的命令，敢若甲咱20章所看的10条诫无啥共款的迄个形式。安尼，今仔日34章，敢毋是上帝搁颁布另外一套的安尼命令咧？是上帝搁用新的律法互摩西吗？毋是安尼。伫遮34章是上帝搁一摆讲10条诫，但是这互咱会感觉讲这两章的所在有无共款的形式，是因为伫创世纪出埃及的内面有几啊种无共款的文函来编做伙。所以有诶看起来是同一个事件，但是较有无共款诶角度甲描写诶方式。所以咱看见摩西伊上山，伊重新来领受上帝互以色列人诶诫命。即摆摩西伫山顶40天，无食无啉，将上帝命令写伫这两块石碑诶顶面。照道理讲，40天无啉无食，身躯一定非常野生。面色一定非常高大，但是当摩西抱着这两块石碑落山，咱看见经文安怎描写？阿伦甲以色列的众人看见摩西时，看伊的面射出光，因就惊，毋敢挖滚伊。哇！摩西的面是光影影呢？为什么会发光？因为摩西甲上帝是非常特殊、别人无的迄个关系。就是咱知影，伊有看见上帝的阳光，上帝嘛将伊家己的阳光赏赐予摩西。伫圣经内面，咱看见摩西不但甲上帝是面对面，敢若人甲朋友伫遐讲话，上帝嘛非常直接摩西阐明伊要做的代志。这经文内面所讲的面对面，当然毋是实际的面对面。因为人无法度甲上帝直接面对面来看见上帝，这面对面是咧讲因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就好亲像是两个分开伫无共款所在的男女朋友，当因伫遐讲电话，迄款的甜蜜就好亲像是面对面的共款。所以咱看见摩西甲上帝迄种面对面、迄种真亲密的经验，显出伊属灵的性命。伊属灵的性命是伊甲上帝非常的亲密，伊用信心甲上帝同行，伊正做旧约内面上帝甲以色列人中间的中保。所以摩西的面皮会发光，是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伊反映出上帝的阳光。这个光嘛，互看见的人惊吓，惊甲毋敢近我。但是摩西呼叫因过去，因讲上帝的吩咐。当摩西讲话讲了，就用铁来打面，百姓就看袂见伊面的光。但是当摩西要甲百姓讲话时，伊就将铁来掀开。所以伫遮真有意思的是，若摩西的面发光，应该是甲人讲话时，爱将即个面压起来。为什么反倒是面发光来以色列人讲话咧？安尼毋是互遮以色列人看到会感觉真插目吗？但是摩西安尼做，是望遮以色列人会当看见伊，就好亲像是看见上帝。摩西毋是想着要来高举家己的地位，嘛毋是想要抢夺上帝的阳光。伊知影即群百姓较无上帝的同在，因需要一个目睭看会见的一个证据。所以因前甲戆甲用金仔去铸一只金牛，就是望讲即只看会见的金牛会当带因离开旷野。所以咱伫遮看见摩西百姓讲话时，无看家己的面，无暗看上帝的阳光，就是要互即群百姓知影，阳光的上帝即时甲因同在。
但是当摩西入去，要甲上帝面对面，要甲上帝讲话时，伊就将伊的被掀起来，因为伊甲上帝中间无有任何距离，伊想要用上真实的家己来面对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伫遮请咱来思考两项事：第一，当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自然就会显出上帝的阳光。这个光无一定会亲像摩西的面会发光，光甲人毋敢看伊。这个光有可能是咱的表现，咱的讲话，咱规个人发出别人无的迄个基督徒的样相。这个样相可能甲世界价值观格格不入，看起来你感觉是一个戆人。但是当别人看见，伊嘛无法度否定你，甚至伫内心嘛因为你基督信仰来钦佩你。伫即个世界，咱定定过头去超找人的肯定，甲人的学乐，盼望家己会当受欢迎，盼望人好，盼望咱伫脸书、咱伫 IG 所发的每一篇文、每一张相片，拢有人甲咱按赞。若无人来看，无人来按赞，咱就规身躯无爽快。但是这毋是基督徒应该超找的。咱若过头在意人的肯定，就容易对海印上落。咱爱求的是啥？求主，互我会当哪来哪挖群你，然后咱就因为有上帝阳光甲咱同在，咱的行为，咱规个人就会发出上帝阳光。这个光甚至是用人想象袂到的。伊可能会想讲，哪有人可能会因为一个宗教信仰，会当做到安尼的地步？第二，摩西甲上帝面对面的时，无搭即个被，因为伊知影上帝清楚每一个人内心的念头，伊嘛知影伊家己无法度伫上帝面前有任何的暗藏。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应该有的态度。平常咱会当戴着即个面具，戴着一个面具来面对别人，但是当咱面对上帝时，就无可能，因为上帝清楚咱的念头，咱若阁挂一个面具，实在是欺骗上帝。所以伫咱的祈祷的内面，咱毋通想讲我即种假的敬虔，我假的好意，我讲一寡好话，就是一个好的祈祷。上帝爱的是啥？咱上真实的想法，无论是咱埋怨、咱生气、咱欢喜，甚至是歹的思想，咱拢会当伫上帝面前来表明，求主赦免，求主来清除。但是伫遮真有意思的是，百姓惊摩西的面发光，惊到毋敢就近伊。但是经文较甲咱讲，摩西家己毋知影伊家己的面会发光。所以有可能是百姓毋敢就近伊的时，伊才意识到家己可能有淡薄仔无共款。所以咱看见的摩西是一个真谦卑的人，伊从来毋捌用家己甲上帝迄种真亲密的关系，也是上帝予伊的恩赐来高举家己。兄弟姊妹，这嘛互我想到，咱是安怎来看待咱家己基督徒的身份，也是咱的恩赐咧。有的基督徒会看家己比其他信仰的人较强，恁遐的人吼，恁无信耶稣，一定是落地狱。但是伊家己实际表现出来，较无基督的香味。嘛有基督徒认为讲，我圣经捌透透，以后我去天堂一定是带透天的别庄。恁遐无读圣经、无认真的基督徒，恁应该是带遐土角厝吧？但是安尼敢正确咧？咱是毋是虔诚？是毋是合主心意？是谁来认定的？毋是咱家己吧？因为信仰毋是要互咱家己感觉家己非常好，毋是互咱感觉家己真牛、真非常会当得到上帝的称赞。信仰是要彰显上帝的荣光，要显明上帝的荣耀，并且当咱实践信仰的时，咱将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的时，虽然有当时咱的行为举止讲袂出是甚物款的道理，
但是就会自然来显露出迄个真美好的款式。咱嘛无需要加做真侪解说，别人就会当透过咱的行为清楚来看见。所以伫遮鼓励咱啊用咱有限软弱的性命来显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伫我即个罪人顶面要显出的即个拯救的计划，较毋是不断高举家己有偌属灵，开喙哈喙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若将遮个外表的砖塔包装拆落来时，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因为上帝拯救临到咱的人生才开始产生意义。第三，若读到这段经文，就一定爱甲新约一段圣经来合做伙来看，就是伫哥林多后书3章7节到18节。我伫遮敢若出一部分的经文，伊伫遮讲打3到4的即份用字刻的，伫招你的，上请有荧光。4到以色列人为主目看摩西的面，是为着伊的面的荧光，这荧光是渐渐衰退的。何况心灵的即份减无，搁较有荧光吗？因为定做即份既然荧光，就4到伊的即份，伊的荧光搁较充满。独独不论什么时，因归向主，体就除去。打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众人的面无搭配，亲像镜倒照主的荧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荧光到荧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伫遮我用无共款的色，所以咱若看共色的，就是共一组。这段经文是保罗将出埃及34章内面摩西约，甲耶稣所带来新约的约做一个比较，所以蓝色的用字刻伫招你，伫讲的就是10条诫。虽然10条诫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的律约，但是咱知约律法是死的，所以你若想讲要维持甲上帝的关系，你爱安怎，你就爱遵守这个约。但是你外表遵守，但是内心你毋甘愿，你无想要遵守，虽然你外表咧遵守咧，安尼减算真正有遵守。所以咱知影，咱人的软弱，咱无法度靠遵行律法来互上帝称作义，然后咱家己就永远活伫迄个罪恶感的内面，咱嘛无法度甲上帝亲近。但是上帝差派耶稣来做心灵的服即份，来做义的即份，伊无阁用律法来强迫人，互人会当透过十字架所带来的安尼改变，来甲上帝更好有新的关系。第二就是请咱看红色的字，保罗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比较，就是摩西面的发光，甲新约耶稣基督的光。今仔日的经文虽然无讲，但是伫哥林多后书伫遮有甲咱讲，摩西的面的光渐渐退，因为咱伫出埃及34章了后，咱嘛无阁看见讲摩西的面发光这项记载，所以咱知摩西的面的发光是无法度延续的。毋过耶稣基督的光较是哪来哪大，耶稣的光是赦免的光，是无阁定罪的光，并且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个光永远袂消退。第三，保罗形容以色列人伫读这律法的时，好亲像是有一个被盖伫因的面前，互因无法度来看见律法真正的真诚，嘛无法度真实来认捌上帝。但是因若愿意将这个被来掀掉，就会当看见旧约内面上帝的话，拢是伫引带因来归向耶稣基督。因无论什么时愿意接受耶稣，圣神就会互因会当对这个律法错误的理解来得到透放，互因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第四，保罗伫遮咱众人讲话，有时咱的目睭嘛好亲像是盖一个被。这个被有可能是咱的罪，也是咱对圣经、对信仰无正确的认捌。
伊就影响咱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捌。所以有真侪基督徒，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伊会用过去的信仰来看今仔日伊所信的基督的信仰。但是保罗讲，咱正人的面无大被，就是爱咱将藏伫咱面前的即个被来掀开，咱就会当透过耶稣基督来看见上帝的荣光。另外，伫遮嘛有讲，咱因为主神耶稣，就好亲像伫照镜的时，镜倒照主的荣光，咱嘛因为即个荣光来改变，来变化做主的像。你可能会想讲，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我哪有可能甲主有同款的形象呢？但是，请咱来想一个例，就是你来想你即马真爱一个明星偶像，也是你过去少年的时，你真爱的一个明星，也是偶像。你会去注意伊每一个言行举止，伊安怎讲话，伊安怎穿插，伊穿什么衫，伊用什么物件，咱都会去学伊。会去买即项物件，会去买迄领衫，就是咱愿望会当变甲伊同款。所以对耶稣嘛是安尼。如果咱较无耶稣，咱就会看耶稣是做什么代志咧，咱会学习耶稣安怎做咧。慢慢啊，伊的形象、伊的反应就会开始出现伫咱的内面，咱嘛渐渐有主的荣光。所以伫即段出埃及34章的经文内面，咱看见。摩西讲完了后，伊就用被将面盖起来，所以以色列人无法度甲上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咱知影伫新约耶稣来，将即个被来掀开，互咱毋免阁靠律法，只要靠伊就会当得到救赎。但是兄弟姊妹，请咱来思考的是，伫咱的内面，敢嘛有无形的被？在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吗？即个被有可能是咱对上帝有错误的期待，有时咱喙里祈祷上帝，上帝啊，愿你的旨意伫成。但是当代志的结果无合伫咱的心意的时，咱的内心就认为即个上帝无成，因为咱仰望的上帝是一个会当替我办事的上帝。另外，即个被嘛有可能是。咱虽然信，咱虽然是几啊十年的基督徒，但是无小无领，无啥物活力。特别伫咱关伫厝里这2个月，咱伫厝里做礼拜，可能会感觉讲，哎呀，上帝离我那里遐尔啊远咧。但是毋是上帝离咱真远，是将咱将即个焦点放毋着所在。有可能过去你来教会，是会当甲朋友开讲。会当参加团契小组，会当做真侪服侍，会当得到人真侪肯定。但是这2个月咧，什么拢无啊！这有可能就是你的被，因为过去你的信仰是起造伫甲人的关系，人互你的掌声，你的成就感。但是若拄起遮个，你的信仰到底存什么？你的信仰是起造伫上帝，也是起造伫人咧？另外，即个被嘛有可能是咱的无顺探。咱拢想讲，敢若以色列人无顺探，敢若外邦人无顺探。但是咱中间有偌济人是愿意听主的话去行的咧。主爱咱听厝边亲像家己，主爱咱派去性命十字架来跟缀伊。主爱咱去传福音，爱咱去赦免，爱咱毋通挂虑，爱咱将家己交托伫伊的手里。但是咱是安怎看待遮个话？但是咱敢有去实践遮个价值咧？遮个被嘛有可能是咱家己的偏见、自私、骄傲。兄弟姊妹，被互咱看袂清楚上帝，互咱看袂清楚家己。即个被计当上帝伫咱生命内面所藏的各种的可能性。所以，咱爱求主除去遮影响咱甲伊关系的被，互咱会当直接看见伊的荣光，学习伊，渐渐伫咱的生命内面就有主的荣光。咱内面迄个光，就会当成做世界的光，成做好的见证的光，
亲像主耶稣讲，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会好所行，来归阳光，互恁伫天里的爸。愿望讲，咱会当用上真实的面貌来面对上帝的阳光，嘛求主拄起咱的魄，互咱会当真实来到上帝面前，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透过这段经文来警醒家己。主，因为你来，所以阮甲上帝中间已经无任何的魄会当来影响阮甲上帝的关系。总是阮家己是毋是将无形的魄搁藏起来？主，阮家己内心的骄傲，阮的无认真，阮的自私，也是阮对上帝错误的期待，将这魄隔断阮甲你的关系。主啊，恳求你除去，就亲像你牺牲死伫十字架的时，圣殿的迄块布幔就安尼来规个拆离。主，阮相信你的保护要来拆开这个被。主，恳求你帮赞，互阮透过圣经，搁一摆来反省家己。无论阮过去是甚物款的基督徒，但是只要阮愿意掀开迄个被，阮相信阮就要看见伊的阳光伫阮的生命中间。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60首，圣诗560首，请起立。是阮上帝的眼光，上帝所领你好真行类，完成历代心会事工，难等开会类，随
请起立，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的福杯满满。阮甘心献上这金钱，求你悦纳。恳求主，互阮嘛会当奉献阮的行动，为主做工。恳求主，互阮的事工拢得到你的祝福，互福音遍满世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坐。消息报告：宣教组顶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教组网络祈祷会，请宣教组同工甲关心宣教的兄弟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兄弟姊妹，咱据听候吼，原本咱是望讲7月12号咱会当陆续转来礼拜，但是即马佫延到7月26号，并且咱即青中会嘛有新闻来讲，咱即青中会内面的遮个教会，咱嘛是配合来延到7月26号了后，才会当来看到时的情形安怎吼。所以咱目前嘛是无法度入来聚会，但是望讲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咱的教会，做伙关心咱的兄弟姊妹。咱也为着带院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叶城慧兰姐，这是朝晖兄的太太叶老师的妈妈，伊即马100岁啊，即马伫普通病房，咱恳求主医治伊。为着庆和兄徐义国兄、俊成兄来祈祷。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叶建一长老，伊受伤，所以伊的肩膀明仔载要去开刀，互咱恳求主帮赞，互伊手术拢当真顺利，互伊嘛当紧复原。嘛为着何志宏兄，因为刺伤，伊伫开刀，嘛已经完成开刀，嘛恳求主照顾，互伊紧恢复。嘛为着秀恩节、德雄兄、张老师、郑哲、美兰姐、水明兄、钟贵兄、明珠姐、盛渊兄、邓妈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春文兄、阿淑姐、素梅姐、怡丽、慧玲姐、洪美姐、志金姐、谢丁兄、明理姐、傅美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雀老师、嘉豪姐，互咱为着遮兄弟姊妹开喙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教会的事工，咱嘛为着咱的台湾。全世界来祈祷，咱嘛知除了即个疫情，世界嘛有真侪的天灾，亲像日本的大水、土石流，亲像真侪的遮欧洲、美洲的国家拢热浪来袭，40几度，真侪人嘛因为安尼在死亡咱恳求主的怜悯，咱为着咱所看见的遮个事件，咱伫主的面前恳求主的怜悯，咱做伙来祈祷。面前恳求主的恩宠。我们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恳求主恩宠，咱兄弟姊妹的面前，我为着伊兄弟姊妹祈祷，求你保守因，互因会当紧恢复健康，伫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也是明仔载要手术的前因长老，之后拢互因会当紧来恢复健康，主恳求你保守看顾，在因，我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中间心灵欠安的来，向你帮赞，阮恳求主你祝福，带领阮的教会，阮无论什么款的事工，咱当直直的带领下面来进行，无因为这个疫情有受到影响，也恳求你祝福帮赞，阮这个世界，阮所徛起的台湾，现在分享。主，阮知，阮伫你的面前是即个世界祭司，所以阮着带着世界各样的问题来到你的面前。主，阮相信你怜悯你所创造的世界，你怜悯阮遮的受苦的人类。主啊，纵使阮有罪，阮有时是遮的骄傲自私，引起遮的罪恶、遮的罪行，所以抵到阮家己爱来承受遮的结果。但是主，阮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听阮哀求的声音，来拯救阮、怜悯阮。
主啊，帮助阮会当真正透过这个苦难来看见家己是软弱的，家己是渺小的，阮需要主你的帮助，你的同在。主恳求你来怜悯阮即个世界，阮看见即个世界，无论是天灾，也是人祸，也是因为疫情的问题，真侪人因的性命来受到影响，因的生活、因的经济拢受到影响。主啊，恳求你的怜悯，总是恳求主也伫即时，互阮帮助阮，会当来思考阮家己灵魂的问题。主，趁即时，互众人类会当来超找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帮助阮的教会伫安尼的一个时代，互阮会当来思考上帝你劝阮伫即个时代爱阮做甚物款的代志。主帮助阮，毋是互自私来安含阮的心，互阮会当愿意献出搁较侪的疼，来疼人，来疼阮的厝边，疼你所创造的遮百姓。主要恳求你照顾阮的兄弟姊妹，主特别身躯欠安的，无论伫病院的，也是拄啊手术的，主恳求你拢会当来帮助扶持医治因。主啊，也帮助久长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互因会当紧紧来恢复健康。主，阮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阮中间嘛有因为疫情，阮的工作、阮的经济来受到影响的来祈祷，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伫即个时，阮会当无软弱，互阮会当无失志，互阮知上帝你伫阮的中间伫帮助阮。主，恳求你透过你的话，亲自来成做阮的引带，互阮活伫即个互阮真失望的时代，总是阮无失去真正的愿望，因为阮知，当主耶稣来到即个世间，献上家己的性命的时，你已经为着阮带来上大的愿望。恳求主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这是来吟圣诗，圣诗388首，圣诗388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应当归心悲上帝，应当心惊心心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向我地地，无量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